台南知名百货公司迎接周年庆，这次节节优惠来吸引消费者，超行化妆品全部拢有拍折，家电同款也有好康。那今年与以往不同的是，我们的全馆满千送千点，在大家店法尔克 iStore 这边是全馆单笔1万送1万点。那跟去年不同的是，我们去年只有做5天，那今年是做7天，所以在请各位需要购买家电还有3C 产品的客人，可以就是把握这个黄金7天来购买。上强15大潮流品牌商品集结，买来手工消费者的荷包。另外，今年也跟宝可梦合作，只要扣点就会当摕到系列生活商品。在实体活动的部分，也伫咧10月份的假日接续登场。在民族广场的活动，我们也是有特别邀请到南部首场的张雅涵签书会活动，对，那个是啦啦队女神。然后在其他的活动面，我们也是有皮卡丘、宝可梦的见面会，以及我们的超人力霸王布雷萨的最新力作。同时间呢，还佫有百万贴图王白烂猫限定店，以万圣节为主题，展出一个大型红仔之外，店内的周边商品也去袂少粉丝前来雕像。一直都是他们的粉丝，就觉得很可爱，所以刚好在台南有这个旗舰的快闪店，所以就来买这样子。因为星光3月周年庆有预购，赶快来这边逛，超好逛、超好买，而且超可爱哦。实体消费有食阁有掠，锁定百货会员的点数也有好康。除了会当抽法国巴黎的来回机票之外，更甲宜兰罗东国际温泉酒店合作推出豪华双人大房，民众一定爱把握着机会。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。